主后2025年5月初2，每日圣安宫读经，求上主记得。圣经咱做伙来听读诗篇74篇第19到23节。现代台语版圣经诗篇第74篇。阿撒教士的诗：上帝啊，是安怎你永远放杀阮？是安怎你对你草埔的羊发受气，气甲鼻孔呛烟？求你为记得你早前竞选的子民，你所赎回做你产业的民族，嘛为记得你所徛起的锡安山。求你行来久久爬远的所在，看对你彻底毁坏的圣所。你的对敌伫你殿内欢呼，采因的旗做记号，亲像人举斧头插树林一树。圣所内面一切的雕刻，因用斧头甲锤拢总破坏。因放火烧毁你的圣所，拍烂散你徛起的所在。因参详讲，咱来甲因彻底毁坏。因将逐位敬拜上帝所在拢烧了了。阮无阁看见兆头，嘛无阁有先知。即款情形会到什么时？阮中间无人知。上帝啊，对你支持会到什么时？敌人亵渎你的名会到永远嘛？你是安怎手举起来，毋插阮？求你手伸出来，甲因毁灭。总是上帝对古早就是我的王，伫地上施行拯救。你捌用你的权能将海分开，攻破水中海怪的头壳。你捌讲喙海兽的头壳，互旷野的野兽做食物。你捌分开水源甲河流，捌互长流的江河打去。日时甲暝时是你所安排，日头甲光体是你所创造。地上一切的界限是你所定，夏天甲冬天是你所设。上主啊，求你记得对敌安怎地诽谤，愚妄的人安怎地亵渎你的名。求你毋通将顺良子民的性命交互野兽，毋通永远袂记得你善车的族群。求你为记得甲阮立的约，因为地上黑暗的所在，拢是强暴的人的巢穴。求你毋通互受压制的人见笑转去，求你互困苦善车的人称赞你的名。上帝啊，求你起来为家己辩护，为记得戆人规日安怎地诽谤你。求你毋通袂记得你对敌的喊话，毋通袂记得起来攻击你的人无停的唱声。求上主记得。本篇哀求的祈祷文内容讲述耶路撒冷圣殿受凶残的对敌毁坏的悲惨景象。这个受敌应该是指主前586年征服犹大国的巴比伦帝国军队。在经历国家灭亡的惨痛了后，以色列人有深刻的信仰反省，认为因为因离弃上帝，无重视伫创造人类万物的上帝，才会遭遇到亡国的惨剧。世人说明对敌占卜，人民受苦的境况，向上主哀叫，向上主发问，要到第时，上主才要采取行动来拯救因。总是世人并无一直沉溺踮
记录的情绪深渊，伊的世界进入历史的长河，回忆上主过往捌成就的伟大救恩。大能力的上帝捌行做大事，连自然界也拢听伊的号令。上帝掌管一切时间、空间，无亲像受到所咧铁笑遐尼无路用，阁是一位大能力的上帝。安尼的眼界开了后，世人开始起来称颂上帝，祈祷祈求，心境全然无共。伫世人搁再深入认捌上帝过往的救恩了后，搁较愿意紧捌跟对伊，搁教导群众斗阵来经历伊的拯救。对规首诗词的意境来看，一开始诗人用同理心，甲群众做伙经历苦难的磨练，然后引领群众来回顾上主过去的拯救，求上主记得伊的子民，全仰望期待上帝的拯救快速来临。用台湾最近400年的历史来看，咱的祖先经历着无同的统治者，所以伫长期的岁月中，基督信仰并未诚侪大多数同胞的信仰瓦靠，但是身为基督徒的咱坚信，伫咱还未得到福音信息以前，救恩早就已经为咱备办好势。因为安尼，咱还会当告别上主的大能，千百年来持续眷顾台湾，伊的权能一直掌管台湾。伫1996年3月23日，台湾举行第一次正副总统公民直选，这是台湾民主的里程碑。将近30年来，虽然政党轮流执政，但是民主化的制度已经哪来哪深化。绝大多数台湾国民选择民主的制度和生活方式，期待互台湾本土历史、在地意识、多元族群文化持续发展。但是用台湾国家永续生存面来看，对1945年国民政府接管以后，台湾人面对的国家生存苦境，就伫中国的文攻武吓中持续存在。台湾国民拢知影，互中国并吞的后果，必然是失去现有的民主自由生活方式。面对虎视眈眈的侵略者，特别军事武器来防卫敌人和保护民主制度，这是势必需要的。共产政权是无神论者，无信仰自由，基督徒秉持对上帝的信仰，维护信仰的自由。面对强权的时，更较应该用信心倚靠上帝，为国境平安无战事祈祷。人类历史的主宰啊，求你眷顾台湾。默想，人民着尽的责任是持续为国家平安免受外患战争侵袭守望祈祷，为国家的民主、自由、平等、公义守望祈祷。人民着尽的责任是持续为国家平安免受外患战争侵袭守望祈祷，为了国家的民主、自由、平等、公义守望祈祷。咱来祈祷，全能的上帝，感谢你赐予阮这个美丽的国家，求你永远眷顾，将平安赐予阮，直到永世。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愿上帝赐予你身心灵拢勇健平安。